还在为挑选父亲节的礼物而烦恼？来 Greenfield Golf， 我们丰富的经验将为您挑选到合适的高尔夫球杆作为节日礼物。我们代理各种亚洲人喜爱的品牌，如 S-Yard、TaylorMade、Williams、Ping、Yamaha、Mizuno、Yonex、Titleist、Callaway。我们就在7780号 Woodbine Avenue Markham Ontario， 电话905-946-1730。南安省遭遇罕見嘅強雷暴天氣，大多地區出現好似高爾夫球咁大嘅冰雹。安省新民主黨承諾，若果喺秋季贏得大選，將會監管油價。郵政工人罷工行動持續咗1個星期，談判仍然冇進展。佢哋會喺下星期開始，1星期只係送信3日。歡迎收睇6月9號星期4嘅晚間新聞，我係劉嘉欣。新聞嘅詳細內容。暴風雨天氣，琴晚肆虐大多地區，咁直到今日朝早，北約克、士嘉堡同埋東約克部分地區嘅民居仍然停電。多倫多電力公司派出職員進行緊急維修。大多地區琴日傍晚經歷咗閃電、雷鳴同埋狂風，列治文山市仲落咗高爾夫球咁大嘅冰雹。根據有關部門嘅消息，今次受災最嚴重嘅地區係 Park Street， 接近 Kingston Road 同 Midland Avenue 附近地區。喺旺市，雷電擊中咗一間民居，引發大火。而位於 St Clair Avenue 嘅一間體育館，因為抵擋唔住暴風雨而倒塌。除咗大多地區之外，安省其他地區亦都受到嚴重影響。電力公司 Hydro One 表示，全省總共有15萬名居民嘅供電受到影響。環境部亦都報告，安省中部颳起咗時速高達每小時120公里嘅大風。今次嘅暴風雨係安省有史以嚟所遭受到最嚴重嘅一次。琴日下午，多市錄得有史以嚟同日最高溫度33.3度，加上濕度效應，感覺上就有42度左右。而溫莎、京士頓以及渥太華等地感覺溫度亦都係35度左右。Wow TV 雷志毅報導。安省新民主黨領袖霍沃斯今日喺省議會會見記者時承諾，若果新民主黨能夠喺今年秋季嘅省選中勝出，就會下令安省能源局對油價進行監管，並會設定油價每星期嘅上限。Drivers will know w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paying that week. No surprises, no shocks. No 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to a gas price that's 10 cents more than it was when you went to bed the night before. 新民主黨喺今年夏季將會陸續推出同油價有關嘅政綱，並唔排除將油價中8%嘅省稅部分由13%嘅合併稅中剔除。新民主黨喺較早前已經承諾將家居能源帳單上合併稅中嘅省稅部分刪除，同安省保守黨領袖胡特克所承諾嘅一樣。不過，胡特克就唔願意刪減油價中嘅省稅部分，擔心此舉會大大減少省府嘅收入。安省政府今日發布咗一款新嘅身份證件，呢種證件係專門提供俾省內超過100萬名冇駕駛執照嘅人士使用。安省交通廳長韋恩今日發布呢種全新附有相片嘅身份證，證件嘅成本係35蚊，有效期係5年。省府最早喺3年前承諾會提供一種代替車牌嘅身份卡，但係由於成本太高而一度被推遲。呢種附帶相片嘅身份證上仲有一啲特字同埋剪角，方便盲人使用。由7月底開始，安省居民可以喺省內20個服務中心申請呢種身份卡，明年起會喺全省各地普及。加拿大航空公司嘅員工今日下午喺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嘅1號客運大樓舉行集會，反對加航繼續對新入職嘅職員實施舊嘅退休金計劃。代表加航員工嘅加拿大汽車工人工會喺今日下午1點開始集會。加拿大汽車工人工會代表住加航3800名客戶服務人員同埋機場人員，工會計劃喺聽日發出72小時嘅罷工通知，並準備由13號午夜開始罷工。加航對此表示，
一旦罷工行動開始，將會啟動應急措施，將罷工嘅影響減到最低。咁另外，代表加航6800名空中服務人員嘅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已經啟動咗同資方嘅合同談判，並已經申請聯邦調解員參與呢次談判。位於安省 Sudbury 嘅 Stobie 礦井，琴日發生咗倒塌，咁導致2名正喺礦井下運送礦石嘅工人死亡。事故發生喺琴晚10點鐘左右，當時2名礦工正喺距離地面大約900米深嘅地底工作。事故發生之後，礦難救援隊立即出動，但係已經為時已晚。目前死者家屬已經接到通知，而對死者嘅認屍安排就會喺今明2日進行。當地警方、安省勞工廳以及係礦工工會正聯合對呢次事故進行調查，而 Stobie 礦井亦都喺事發之後關閉。審計總長今日公布有關8國集團峰會嘅開支審計報告。報告指出，政府冇向國會說明有關峰會嘅5000萬加元嘅具體用途。呢份報告嘅草案喺大選期間曾經被傳媒披露，但係喺當時審計總長就堅持話喺國會開會之後先至會公布最終嘅報告。報告中話，政府要求國會批准8國峰會基建項目嘅撥款時，並冇明確咁樣説明呢筆撥款將會點樣使用。咁相反，政府仲要求國會批准另外一項總額8300萬加元嘅撥款，用於邊境嘅基礎設施建設。而其中嘅5000萬加元係用於安省地區8國峰會會址附近嘅基建項目，距離邊境有幾百公里遠。報告仲批評政府冇足夠嘅文件説明喺 Parry Sound Muskoka 選區嘅32個基建項目係點樣從242個競標項目當中被揀中㗎。該選區係保守黨國會議員金禮文所在嘅選區。審計總長喺公佈報告嘅時候表示，有關呢啲項目嘅説明文件對於政府嘅透明度同埋誠信度都非常重要。聯邦自由黨臨時黨魁李博作出回應表示，顯然係金禮文同埋一小部分嘅人決定咗項目嘅安排。而對於呢啲決定，佢哋並冇對公眾作出解釋。李博表示，呢個完全係秘密嘅政治程序，唔符合政府撥款嘅任何規定。Wow TV 雷子亞報道。跟住睇下有關滿地可警方槍擊無辜途人嘅最新消息。魁省省警今日喺滿地可市中心對警員開槍，導致2人喪生嘅案件進行調查。同時呢宗事件已經喺魁省引發一場爭論。據報道，負責調查此案嘅魁省省警一直拒絕對案件發表評論。有目擊者話，喺星期2早上，一班滿地可市嘅警員喺度追捕一名揮刀嘅露宿男子時開咗槍，結果呢名男子倒地身亡。不過，另一名無辜嘅途人亦都中槍身亡。就呢宗事件，星期3晚喺市區街頭有幾十人舉行抗議警方嘅示威活動。示威者話，之前亦都發生過警員開槍致命嘅事件，但係從來都冇警員受到懲罰。如果魁省省警唔能夠維持正義，呢類事件就會繼續發生。官方統計數字顯示，喺過去12年，魁省有72人係喺涉及警員開槍嘅案件中死亡或者係受重傷。加拿大郵政工人喺各地嘅輪流罷工行動已經持續咗1個星期，勞資雙方嘅談判仍然未有任何進展。今日郵政工人繼續喺全國13個城市同時展開24小時嘅罷工行動。而郵政公司就宣布，由於罷工導致郵件數量減少，由下週1開始，每星期只係會安排3日送遞郵件。郵政公司嘅發言人表示，由於工會嘅輪流罷工行動，郵件數量已經減少咗一半，而為咗控制成本，公司方面會削減郵件分類處理中心嘅工作人員，而送郵件亦都改為1星期3日。工會負責人表示，郵政公司嘅呢項宣佈並冇令佢哋感到驚訝，亦都唔會影響到工會嘅談判策略。今日展開罷工嘅13個城市，遍佈9個省份同地區。喺安省城市有 Thunder Bay、Hearst、Brantford 同埋 St. Thomas。郵政公司表示，罷工行動已經令本國民眾對郵政服務嘅信心大減。一啲商家抱怨
喺網上購物嘅訂單大幅下跌，因為客戶擔心佢哋嘅訂貨無法及時送到。喺加軍即將結束阿富汗嘅戰鬥行動之際，聯邦政府宣布撥款100萬加元，用於補償因為加軍行動而喪生或者係遭受經濟損失嘅阿富汗平民。加軍即將喺下個月撤離阿富汗。咁雖然好多人認為人嘅生命係無法用金錢嚟衡量，咁但係加軍一直堅持要向因為加軍嘅行動而遭受損失嘅人支付一次性嘅補償金。咁根據國防部透露，自05年以嚟，政府已經向453名嘅阿富汗人支付咗100萬加元，每個人最少收到100蚊，最多2萬加元嘅補償金。呢個對於當地人嚟講係一筆唔少嘅財富。不過受益者嘅名同埋原因就並冇公開過。Wow TV 雷子毅報導。國際方面，最少1000名敍利亞難民日前連夜逃離家園，越過邊境進入土耳其，令到土耳其嘅敍利亞難民人數增加到1600人。不過，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就表示，土耳其唔會將敍利亞難民拒諸門外。由於好多敍利亞民眾擔心國內緊張局勢會進一步升級，所以決定離開家園逃往土耳其。根據當局統計，單係琴晚到今朝就有大約1000名敍利亞人逃往土耳其邊界。土耳其外交部長表示，有官員擔心不斷湧入嘅難民會對土耳其造成負擔。不過當局已經喺邊界做好咗所有必要嘅預防措施。目前一切情況仍然係喺控制之內。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亦都表示，喺當前局勢下，根本唔存在土耳其對敍利亞關閉大門嘅可能。花旗銀行今日證實，電腦黑客入侵咗該公司嘅網絡，並瀏覽咗該公司北美大約20萬名客戶嘅信用卡資料。花旗銀行表示，受影響客戶嘅姓名、帳號，包括電郵地址在內嘅聯絡資料都被黑客瀏覽過。花旗發言人話，公司目前正積極聯絡受影響嘅客戶，同時已經提高咗銀行嘅安全措施，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雖然公司透過電郵發表咗一個簡短嘅聲明，但係對於黑客係點樣入侵網絡，花旗就冇作出解釋。據悉，呢次受影響嘅客戶佔花旗銀行喺北美客戶嘅1%。目前，花旗銀行喺北美已經擁有2100萬名客戶。而家先休息一陣，喺稍後中港台環節將會報導。衛生署證實一款兒童常用嘅抗生素含有塑化劑，要求藥廠全面回收。太平洋興業前主席蔣麗麗喺香港區域法院被裁定串謀詐騙等3項罪名成立。